偷拍電視台女編輯裙底，肥男斷正。當日喺鑽石山港鐵站斷正嘅楊偉倫，原本係社署社區工作幹事，但就因為要繼承阿爸嘅紙紮鋪生意，幾年之前已經辭咗職啦。佢偷拍嘅電視台女編輯話，舊年11月有一晚同男朋友喺九龍灣站等車，月台並唔係人多擠逼噶，但楊偉倫就企得超緊佢。佢哋上車之後，楊偉倫仲不時係將鞋伸到佢裙底，佢好驚同懷疑地偷拍。去到鑽石山嘅時候，佢哋見楊偉倫落車就一齊追出去。男友見到楊偉倫喺波鞋度拎起可疑物放入褲袋，最終截停佢報警。原來楊偉倫拆咗貨車俗稱黑盒嘅攝錄機落地，再將針孔鏡頭放喺鞋頭。警方仲喺佢手機記憶卡度發現35段偷拍裙底片。已婚仲有個2歲仔仔嘅楊偉倫，尋日承認2項有違公德罪。求情就話，案發之後已經主動睇心理醫生，證實有偷窺癖。佢老婆就話會回復2個人正常性生活，令佢唔再偷拍。裁判官先索取感化報告，准佢保釋去到下個月30號判刑。